启示录第4章。接着，我得到那么一个异象，看到天堂有一扇开灯的门，我先前所听到像好痛的声，又对我讲：你上了未来，我爱指示你以后必定爱发生的事。即时圣灵就感动我看到天堂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他的面貌像碧玉，老红宝石暗阳好光。宝座前周围有光为灯，色像绿宝石。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，当个坐垫24个长老，着顶白色的长袍，头拿戴顶金的面料，有热浪隆隆滚的声，到响雷公的声对宝座发出。宝座前坐顶7支火把，这就是上帝的7个灵。宝座前还有像水晶暗阳的玻璃海。宝座的四面有4个生物，前后全部有木柱。第一个生物像是狮子，第二个像是牛骨，第三个有人的面，第四个像是比顶的银条。这4个生物大概有6隻一甲，無論內外全部有木柱。佢哋日夜吟唱，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主！全能的上帝，故作順才，立下順才，將來也永遠順才嘅。特拜4個生物從勇敢、尊貴、感謝嘅詩歌，獻本嘅坐在寶座上。永遠常常嘅，這時24個長老就撲落去敬拜嘅永遠常常坐在寶座上嘅，佢哋將自家嘅面料放在寶座前講：愛哋嘅主，愛哋嘅上帝，你堪得接受榮光、尊貴、老權能，因為你創造了萬有，萬有嘅受造老生存。完全係照你嘅旨意。